講下星海提案分享嘅 Angel， 今日會帶大家嚟到大埔油然山莊，係一個實用面積924尺、市場罕有、間隔係3房1套連工人套房嘅優質筍盤。以下落嚟仲會有屋苑嘅詳盡介紹，我哋一齊睇下。油然山莊位於大埔山賢路9號，係一個坐立大埔南半山嘅低密度私人發展項目，一共有11座，單位總數共有242伙，由8座低座複式及3座高座分層戶組成。發展商係中信泰富，管理公司為信和物業管理公司，入伙年期為1997年嘅10月。屋苑有優美嘅園林，設施包括室外泳池、網球場及多項會所設施。由屋苑去大埔墟火車站都好近嘅，設有住客巴士，都只係需要約3分鐘嘅車程就到啦，十分之方便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係位於屋苑嘅10座，實用面積924尺，單位係3房1套加工人套房嘅間隔，客廳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埋電視櫃，而門口旁邊入嚟嘅位置做咗個鞋櫃，鞋櫃旁邊嘅位置可擺放4人餐台。廚房面積寬敞，廚櫃有足夠嘅收納空間，同時放到雪櫃同洗衣機，保養得宜。廚房入邊嘅工人套房有獨立嘅洗手間，有窗。穿過走廊，第一間嚟到嘅睡房間隔方正，可以放到單人床同衣櫃。第二間睡房放到雙人床同衣櫃。洗手間面積寬敞，有窗，空氣流通，係用浴缸嘅。主人房除咗設有弧形嘅廣角窗望開揚嘅山景之外，面積寬敞，可擺放雙人床，3邊落床都冇問題，仲可以訂做置頂嘅衣櫃。主人房有獨立嘅洗手間，有窗，空氣流通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想預約睇樓，或者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啊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